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Pixie， 歡迎收睇我嘅韓國變美日記。今日嘅第一站係美髮，第二次嚟到漢南洞嘅呢間 salon， 打算嚟個剪髮加染髮，超滿意今次嘅頭髮啦。跟住就嚟到雲大嘅呢一間皮膚科，佢哋做非入侵性嘅醫美 CP 值真係超高，有唔同語言嘅前台可以選擇，仲有行李寄存同埋咖啡區免費使用。等候嘅時候仲有糖食添。顧問面診嘅時候都冇硬性嘅推廣。由於價格太美麗啊，我一口氣揀咗4個項目，銀包都完全唔心痛，仲有每月嘅優惠項目組合。卸妝之後喺等候區坐一陣，職員就帶咗我入去，首先再幫我清潔多一次皮膚，然後就開始蜂膠嫩膚。呢個項目我主要係用嚟補水嘅，皮膚可以變得嫩滑有光澤。同時間我組合注射咗2款針劑，一款係白玉針含谷光甘肽，可以達到美白效果；另一款灰姑娘針含 alpha 脂酸，係用嚟提升代謝同埋恢復活力。好多韓國嘅 OL 都會去打。跟住就有今次嘅重點項目黃金裝，佢係用探頭深入皮膚刺激膠原蛋白再生，適合用嚟緊致皮膚淡化細紋，皮膚會有回復彈性嘅效果。過程中會感覺到皮膚底層超級熱啊！做完付款後可以即場退稅，非常之方便。完成醫美之後落樓下就可以喺雲大用餐。最後就係呢間我每次去韓國都必食嘅豬腳小姐，我而家嘅狀態真係超級好啊！